哥林多前书第4章，你哋應該看我哋做基督嘅僕人，係上帝嘅奧妙嘅管家。主人對管家所要求嘅，就是佢嘅忠心。你哋也係罵人論斷我全部看作小事情。事實上，我自家也唔論斷自家，我自家感覺良心清白。總係做唔得，因為咁樣證明我無罪，主張有權論斷我。所以時間忙多，你都唔好論斷，等到主再來，會有最後嘅審判。嗰時，佢會將藏在幽暗中嘅秘密掀開來，將人心中嘅痛苦揭出來。嗰時，每一個人會對上帝得到應得嘅稱讚。兄弟姊妹啊，為你哋嘅緣故，我用阿波羅留我自家做例子來講起呢條事情，係愛你哋對我哋來學，唔好超過聖經所記嘅呢句話嘅意思，免得你哋自個看重呢個看強嘅。乜人是你養過騙人呢？你所有嘅，敢唔係上帝賜嘅嗎？既然係上帝賜嘅，你做乜嘅還誇口？像係你所有嘅唔係上帝賜嘅呢？你都已經樣樣有了，你都已經富足了，你都唔答我都賜立做王。好啊，我真希望你都真見做王，本我都也同意都共下做王，因為照我看，上帝明明將我掠到做使徒嘅列在背面，像係判死刑嘅犯人，在天地間上做一出戲，本天使老世間人看，為到基督嘅緣故，我都上做惡嘅，總係你都在基督嘅地位做聰明人。哦，我都軟弱，總係你都在基督嘅地位做聰明人哦，我都軟弱。總係你都堅強哦，我都本人看強，總係你都受尊重哦。出到呢下，我都常常妒忌，最早無甚合作，又本人打，四處漂流，還愛辛辛苦苦親手做事來實都市。本人罵，我都超祝福；本人壓迫，我都超忍耐；本人侮辱，我都超好在回答。到呢下。我都含本人看作地面上嘅垃圾，世間嘅廢物。我寫呢度，唔係愛喊你度堅守，係愛牽話你度，像牽我所寫嘅字一樣。在基督徒嘅人生中，你都可能會有幾萬嘅土司，總係只有我一剎係你度嘅阿爸，因為係我傳福音本你度。我在基督耶穌嘅地位，就上做你哋嘅阿爸，所以我看你哋愛學我嘅榜樣，因為咁樣，我派提摩太去你哋隔壁，在主地位，佢係我親愛又忠心嘅來嘅，佢會對你哋講起，我信基督耶穌以後嘅所行所做，就是我在大衛各教會所教嘅。你哋當中有啲人想我無可能去你哋嘅位咧，就自高自大。其實主那係恨，唔是祈求，我就會去看你哋。嗰時我唔單唱愛聽嗰啲驕傲嘅人所講嘅，也愛看佢哋到底有乜嘅權能。因為上帝嘅國唔係在乎人義，係在乎權能。你哋愛乜嘅？愛我帶等官嘅戲，也係愛我帶慈愛溫柔嘅神戲啊！